歡迎大家嚟到我哋迪士尼郵輪之旅嘅下集。我哋上個禮拜啱啱坐完迪士尼探險號，喺新加坡海上5日4夜嘅行程。隻船2026年3月，即係上個月先至啱啱落水，有成20萬噸，6700幾位乘客。我哋喺上一集嘅影片已經介紹咗我哋住嘅豪華內艙房，同埋船上面嘅7大主題遊樂設施。有興趣嘅朋友可以睇返片尾嘅連結。如果鍾意我哋嘅頻道，記住訂閱同埋 like， 等我哋帶你10分鐘去旅行。今集我哋會同大家介紹船上面精彩嘅免費餐飲體驗。免費但係好難搶到嘅活動，例如同迪士尼角色見面、公主見面會、要付費嘅公主茶會，同埋點樣先可以成功搶到海上面最長嘅 Iron Man 過山車。每個迪士尼船程都有一次海上煙花匯演，我哋仲會同你分享點樣揾到個靚位去欣賞。好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我哋而家先講下船上面嘅免費餐飲體驗。所有迪士尼郵輪嘅晚餐都有個獨特嘅傳統，船上邊每日嘅晚餐都係指定時間、指定席。每晚隻船都會幫你安排去體驗唔同嘅餐廳，但係你嘅服務人員就係會跟住你一齊轉嘅，所以你去到邊間餐廳都見到佢哋。我哋最鍾意係第一晚呢間餐廳，叫做 Hollywood Spotlight Club。佢好似一個好靚嘅歌舞廳咁，一路食飯一路台上面仲有歌舞同埋音樂表演。食飯期間仲會有米奇、米妮、Donald Duck 同埋 Daisy 出嚟同大家跳舞同埋互動。佢嘅菜單幾豐富，係任叫任食，一般分為前菜、主菜同埋甜品。如果你鍾意嘅話，嗌2個沙律、甜品，甚至係2個主菜都冇問題。餐廳仲好貼心咁幫小朋友準備定防流嘅杯，每日都有免費嘅汽水提供。佢啲食物有啲都整得幾精緻，主要係西式，亦都有啲東南亞菜。第一晚嘅主菜有龍蝦沙律，味道屬於不過不失。我哋試咗啲東南亞料理，例如海南雞飯，呢個味道就麻麻地。個人感覺佢哋嘅西餐做得比較出色。第二日嘅前菜 Dragon Roll 應該算係做得比較好嘅東南亞菜式。除咗一般 menu， 船上面每日都有唔同嘅兒童餐單，啲菜式每間餐廳都唔同，主要都係小朋友鍾意食嘅披薩、意粉之類。食緊飯嘅時候 Mickey、Minnie、Donald Duck 同埋 Daisy 就會主動行過嚟同每一台嘅客人打招呼同埋互動。雖然唔會特登停低同你影相，但係佢哋都盡量每一台都行晒。呢個晚餐真係非常之忙碌，但亦都係最開心嘅一餐。第二日我哋轉咗去第二間餐廳 Animator's Table， 呢個都係一個特色餐廳，雖然冇角色出嚟同你互動，但係每個人都會有張畫紙喺上面畫嘅公仔，遲啲就會喺熒幕上面見到。牆上面亦都有幾十個電視播一啲迪士尼嘅互動影片，直頭好似去咗戲院入邊食飯咁。呢啲就係頭先各自畫嘅公仔啦，而家全部喺上面跳緊舞。雖然唔係真人互動，但係呢間餐廳嘅氣氛亦都非常之好。第3晚，我哋去一間比較平靜啲嘅餐廳，叫做 Enchanted Summer。呢度日頭係自助餐廳，夜晚先至轉做主餐廳。呢個係以迪士尼《魔雪奇緣》Frozen 呢個故事作為藍本，牆上面仲有好多《魔雪奇緣》呢個故事入邊主人翁嘅畫。不過間餐廳就冇任何嘅角色會行出嚟同你打招呼，所以就係一間普通食飯嘅餐廳。個大人餐單同埋食物同琴日嗰間 Hollywood 大同小異。個小朋友餐單就整得好靚，仲可以有顏色添。
類似形式嘅自助餐餐廳，仲有另外一間就係以長髮公主作為主題嘅。呢一間啲裝修好靚，尤其是啲天燈同埋彩色嘅玻璃窗，平時就算唔係食飯嘅時間，都可以入嚟打下卡影相。佢嘅位置位於船嘅中心 Town Square 嘅隔離，所以呢度嘅自助餐非常之多人，高峰時期好難揾位，應該要錯開時間嚟。而船上面最大嘅自助餐餐廳 Pizza Market 就位於17樓，佢入邊有好多唔同嘅區域，全部都係以 Pixar 受歡迎嘅電影作為主題。啲位坐得幾舒服，唔算太擠迫，側邊仲可以睇到海景。呢度提供自助早餐同埋午餐，而晚餐時段就會變咗有人 serve 嘅指定餐廳，要船公司安排咗你先至可以嚟呢度食。我哋而家睇下自助餐嘅部分。早餐食物嘅選擇不過不失，有一般常見嘅麵包、沙律，仲有一啲中式嘅食物，例如係白粥、蒸炸嘅點心同埋炒飯、炒麵。常見嘅西式熱盤呢度都有齊，仲有啲東南亞同埋印度嘅菜式，雖然款式唔係好多，但係照顧咗唔同嘅客人需要。當然仲唔少得有迪士尼特色嘅米奇窩夫啦。而嘢飲方面，呢度一日三餐都有免費嘅果汁、唔同款式嘅汽水，仲有茶同埋咖啡。茶葉係 TWG 嘅，不過得3種口味。整體嚟講，個早餐係令人滿意嘅，食物嘅款式同埋質素都唔錯。跟住睇埋呢度嘅午餐。午餐有水果、沙律、麵包，仲有剝咗皮嘅凍蝦，啲食物個樣都幾精緻。熱盤方面，中西嘅選擇都有，食物個樣都唔錯，亦都有小朋友鍾意食嘅雞翼薯條，仲有各式各樣嘅肉類料理，多數都係西式嘅。呢個酥皮雞批睇起嚟幾有特色，唔係度度都有得食。另外仲有西湯同埋啲東南亞菜式、印度薄餅呢啲，同早餐一樣，雖然款式唔多，但係食物精緻，總有啲啱食。自助餐嘅甜品造型都好靚，味道唔錯，間唔中仲會有1-2款米奇造型嘅甜品。呢度仲有4種口味嘅雪糕，個雪糕好唔錯，質地夠硬，奶味亦都好足。跟住我哋去睇下另外一個可以食午餐嘅地方 Navigators Club。呢度係坐低點餐嘅，所以要喺門口排隊等大位，不過都唔使等好耐。呢度亦都係其中一間晚餐餐廳，係可以見到米奇同埋米妮嘅。不過我都係鍾意我哋嗰間 Hollywood Spotlight 多啲，個樓底高啲，亦都大啲。呢度有好多細台，所以基本上唔使點樣同人哋搭台。側邊亦都有窗口位可以睇到海景。個餐單嘅選擇就冇晚餐咁多，都係分前菜、主菜同埋甜品，可以任叫任食。不過個食物嘅款式同埋個樣都同自助餐嗰啲冇咩大分別。呢度上菜嘅速度比較慢，3道菜嘅午餐要個半鐘，而且個雪糕上到嚟係已經溶晒嘅。我哋成個船程淨係喺呢度食過1次午餐，其餘時間都係去返自助餐或者係快餐嘅餐廳食。隻船免費嘅快餐餐廳有好多選擇，最出名同埋排得最長嘅應該就喺17樓嗰間 pizza 餐廳 Planet Pizza。呢度嘅 pizza 真係好好食，即焗即食，香脆之餘亦都好適合小朋友自己攞住食。我哋一上船即刻去食，喺佢側邊啲台度坐低，仲可以睇到金沙同埋新加坡濱海灣嘅靚景。不過佢啲 pizza 要好耐先出到一個，係 C Day 嘅日子超多人，呢度起碼等1個鐘。船嘅10樓都有好多間免費嘅快餐店，呢一間喺夢想花園嘅係食東南亞菜同埋炸雞薯條嘅。船上面嘅快餐店面積大部分都好細，午飯時段全部都坐滿晒，一座難求。食物味道唔錯，仲有埋個 tray 可以攞返房，又或者坐喺夢想花園度食。10樓嘅夢想花園呢度仲有一間係食咖喱嘅。
向前行少少，小魚仙嘅探索海洋嗰度仲有另外幾間。史迪仔呢間最多人，連門都入唔到，要喺出邊排隊。呢度係食漢堡包同熱狗嘅。隔離係付費嘅烏蘇拉飲品店，對面係漫威主題嘅土耳其烤肉餐廳，都係免費嘅。一入門口就掛滿咗漫威各式各樣嘅英雄海報。同其他餐廳一樣，呢度嘅面積都好細，所以都係好多人，好難揾位。船上面仲有免費嘅朱古力與雪糕，有3種口味：士多啤梨、朱古力、雲呢拿。如果唔想出去同人逼，可以喺房嗌免費嘅 room service， 係打電話嗌嘅，要打通個電話大約5分鐘，之後等半個鐘左右就有人送嚟啦。我哋試過漢堡包、雲吞麵同埋 cheesecake， 3樣味道都幾好。不過個雲吞麵份量就少啲，可能一次過要嗌2個。早餐都可以 room service， 只需要喺前一晚剔定個早餐牌掛喺門柄就得啦，仲可以揀幾點送嚟。不過客房嘅早餐係歐陸式，主要都係啲麵包、水果、凍食，另外仲會有茶、咖啡同果汁。介紹完免費嘅餐飲，我哋而家去睇下船上面嘅活動。先介紹下付費嘅公主茶會。必須要有小朋友先可以參加，小朋友每位係250蚊美金，陪同嘅大人係75，兩大一細連稅就差唔多要3500蚊港紙。雖然係咁，但係都要喺上船前預先訂位，如果唔係未必有位。活動當日差唔多全場滿座。佢喺船上面最靚嘅餐廳，我哋第一晚食飯嘅 Hollywood Spotlight， 燈光同佈置都好有氣氛，每一台仲有公主樣式嘅餐具。每一位參加嘅小朋友都會有一份禮物，就係呢個背囊，入邊有好多嘢，全部都係同呢個茶會有關嘅道具，包括公主簽名簿、Princess and the Frog 嘅皇冠，呢隻係咪 Cinderella 馬車嗰個朋友呢？仲有個搖鼓，可以一間一齊唱歌跳舞。背囊入邊有個大盒，呢一個好靚啊，係成 set 嘅金屬茶具玩具套裝。而家進行上茶儀式。個好隆重嘅禮盒入邊裝住3款嘅 TWG 茶葉，其實同自助餐同埋房入邊嗰啲款式係一樣嘅。大人飲茶，小朋友飲蘋果汁，喺個茶壺度倒出嚟㗎。食物方面係英式嘅3層 high tea set， 啲食物嘅質素就一般般啦，唔好有太多期望，呢個只係一個環節嚟嘅啫。仲有英式鬆餅。好啦，真正嘅主角而家入場啦！今次嘅公主茶會會有3位公主出席，第一位係 Cinderella 灰姑娘，仲有 Tiana 公主，係迪士尼公主與青蛙呢一套動畫嘅，仲有美女與野獸嘅貝兒公主。公主會上台講嘢或者表演。亦都會喺台下邊同小朋友互動。不過由於太多人，而且公主條裙又好大條，所以公主只會喺主要嘅走廊側邊嗰啲地方同客人互動。我哋張台好好彩，比較接近走廊，所以覺得幾唔錯。如果你坐得遠啲，就可能望到個台，但係好遠，而公主又過唔到嚟揾你。如果3500蚊嘅話，就未必好抵啦。跟住我哋睇下免費嘅公主見面會，呢個係要上船之後喺個 app 度搶嘅，但係唔算太難搶。第一日上船之後5點幾就見到可以開始 book， 成個船程入邊有好多個唔同嘅時間可以選擇。個見面會喺船中心嘅 Town Square 進行，呢個位本身嘅背景就係公主宴會廳，都幾適合同公主見面。當日有3位公主出席。我哋可以輪住同晒3位公主影相，仲可以簽名添。佢哋分別係白雪公主 Princess Jasmine 同埋小魚仙入邊嘅 Princess Ariel。
一次過見晒3位公主，呢個活動小朋友好開心。跟住講下同其他嘅迪士尼角色見面，全部嘅握手簽名會都係要喺個 app 度搶嘅。最難搶嘅角色係 Daffy， 其次就係 Mickey 同埋 Minnie， 因為淨係喺開船嘅第一日見到一次 book 嘅機會，全程都冇得再 book 啦。喺個 app 度八咗，好似咁樣，即係已經冇晒位啦。我哋 book 到米奇、米妮、高飛同埋 Baymax， 全部都係第一日上船即刻就 book 到晒嘅。個重點就係一定要喺第一日5點到6點呢段時間，經常 refresh 個電話嘅 booking 版面，一見到有就要即刻 book 落去，仲要預先熟讀自己嘅時間表，幾點食飯，幾點睇 show，唔好撞咗期。到咗約好嗰日，跟翻佢嘅指示，喺指定時間去指定嘅地點，就已經有晒工作人員喺度幫你安排排隊。就算 book 咗都要排一陣，不過唔使排好耐。大約15分鐘到啦，就可以同你心愛嘅迪士尼人物影相同埋互動啦。跟住講埋船上面最難 book，亦都係最想玩嘅 Iron Man 過山車。佢係海上最長嘅過山車，身高限制係120cm 以上，所以其實係俾大朋友玩嘅。要喺個郵輪 app 度鬥快撳搶位，預訂到有位先至可以玩。個預約系統係不定時開放，一般一開始約1-2分鐘之內，當日嘅名額就會被約晒。我哋一行7個人，全部都好幸運咁分別約到有得玩。每個船程每人只可以玩1次。由船程嘅第2日開始，每日晏晝2-3點就會突然間開始可以 book。到而家我都記得當時興奮嘅心情，但係因為太多人 book，個系統不停咁輕機，我哋撳咗5-6次先成功 book 到。而且一次過 book 2個人，成日都話冇位，1個人就反而 book 到啦。就算真係玩唔到 Iron Man， 船上面都有好多其他精彩嘅娛樂節目，例如大劇院嘅迪士尼百老匯式嘅歌舞表演就係非常之精彩。我哋嘅船程入邊有2次，其中一次叫做 Remember， 呢個 show 真係近年我哋睇過最精彩嘅 show， 睇完之後仲眼濕濕添。可惜唔可以影相同埋攝影，所以冇辦法俾大家睇。上船嘅時候喺個 app 度已經安排咗你睇幾多點嘅場次，佢開場前半個鐘就可以入去坐低，建議大家要早啲去揾個靚位。除咗大劇院嘅 show 之外，另外一個唔可以錯過嘅就係夢想花園嘅復仇者聯盟。佢喺個船程入邊總共有4場，一定要提早霸位。如果好似我哋咁開場先至去到，就會完全入唔到去。樓梯嘅職員已經截咗龍，我哋唯有企喺佢身後邊裝下咁，好彩勉強都睇到。呢個時候就可以顯示到夢想花園嘅露台房值錢嘅地方，喺自家露台就可以睇到 show。我覺得個 show 唔算太精彩，雖然我有睇開漫威嘅電影，知道啲角色，不過大部分嘅時間係睇佢哋逐個行出嚟 ，action 嘅鏡頭唔算好多。比較精彩嘅應該就係呢一段 Spider-Man 飛落嚟嘅時候啦。不過如果你係漫威嘅 fans， 應該都會睇得幾開心，因為角色都幾齊全。呢個夢想花園除咗睇 show 之外，每日都會有唔同嘅派對，仲有好多次機會可以同心愛嘅角色 selfie。我哋參加嘅呢個跳舞派對有高飛、布魯圖同埋 Chip and Dale， 氣氛好熱鬧㗎。而最後一個要介紹嘅活動，亦都係壓軸表演，就係每個船程只有1次嘅 Lion King 煙花表演。我哋當時喺船程第2晚嘅夜晚10點半，煙花發放嘅位置喺船嘅 starboard side。即係話，如果船頭向前嘅話，船嘅右邊。至於邊個位先係睇煙花最靚嘅位，大家都有唔同嘅說法。我哋就分享下我哋今次嘅位啊，我哋覺得都唔錯嘅。我哋喺18樓嘅甲板 starboard side， 喺正三眼仔滑水梯嘅上邊一層。呢度18樓嘅甲板完全冇遮擋，而且喺正右邊，可以睇到啲煙花喺隻船射出嚟，同埋可以睇晒成個天空嘅煙花。
今次係我哋第一次喺船上面睇煙花，雖然冇岸上面嘅大型煙花匯演咁壯觀，但係啲煙花同背景嘅 Lion King 音樂好夾，而且個距離好近，直頭好似喺頭殼頂咁。呢一場煙花表演睇得好滿足。咁我哋迪士尼郵輪之旅嘅介紹就去到呢度。如果想睇返船上邊嘅7大主題遊樂區，同埋我哋嘅豪華內艙房嘅朋友，可以睇返上一條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介紹，記住訂閱同埋 like， 亦都可以去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交流一下。咁我哋下次見啦，拜拜。